脚踏过落，心情红衫裤脚底过咧，可爱小阿妹，今年是几个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翁也陪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后面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伙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甘自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君莫白白。阿娘家阿伯分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地？每暗带你来用油饼粿。风流老阿伯讲话真是美，回头吃水也唔食歹势。阿娘阿莫讲心酸话，看紧最近代志下小弟。我看到鬼啊！哪有汉遐亮相的鬼通互你看？啊，迄是猫头仔。哦，行。哦。你来看，半暝3点半啦。到即摆还袂转来。好啊，啊你人咧唔好伫，你先入去困好啦。多多安尼还袂转来，你想讲我倒咧就困会起身？阿母啊，我想哦，倒可能念袂就转来啦，你无烦恼。是讲哦，大金部啊人去找遐久啊，到底是找有啊找无，后要敲着船来倒转来。有春的，你先入去困啦。明仔载你透早就做生意，囡仔搁要晚上，你着量早吼，买一寡物件互阮早起去。好啊。叫你去困，就去困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先来困。阿玉啊，你干嘛陪阿母嘞？哦，免啦，恁拢去困去困，我也毋是囡仔，免人陪啊啦。嘿啦，恁拢去困啦，恁拢去困。阿公有交代，讲叫我陪，钱唔就好啊。恁拢困啦吼，安那好意思啦。阿姨啊，我来洗就好啦。好啊，我先入来困嘿。佛祖，我求你保庇，保庇阮孙的，多多一定都平安紧转来。土豆，破庙可能是这间的款。我讲，咱入来看卖啊。唔惊。在，无特动呢，我看你行头真好啦。我知啦，你行，我才带着无。代志大条啦！当是啥物代志咧大条啦？你看，这有一本册，可能多多第一张有港票。你又搁咧讲票？唔是啊，我是讲可能多多这种人来食。啊，今日第一票后壁，啊庙后壁咧创啥？港票啊，小姐叫你破。哎呦，乌鸦嘴啊！敢是想要有遮衰？哦。有人来啊！啊！一定是鸟头走对咱来。不是，是人。啊！是人偷鸟哦！
你这个遐大船啊，你赶地咯，叫我较细声。哦，这，有人来了。想袂到哦，咱做代志哦，天唔知，地也唔知，你知，我知，村里拢无人知。赞！哎呦，你哪会着搁讲啦？去去啊！若要办这种代志，迄就是我槟榔的唔走内行，对唔？照计划进行，行，来去摕钱。是讲咱要安尼？当然嘛是愈做愈好啊。哎呀，好，我咱决定行。哎，不要，小等。啊，钱摕着要安怎分？哎呦，弟弟啊，你哪会这啰嗦啦？咱已经讲好啊咧，哈，3七啊分，我分7，你分3，哈，这是我设计啊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分较济哪要紧？啊，安尼唔对哪唔对？物件是我掠来的，照道理是应该一人分一半的。你安尼3七啊分哪会用的？哎，不要3七啊分，不要。高分啊！反正3七啊分啊！高分啊！你不要啦！啊，你是讲我瞎了？啊，不你是啊？你啊，大好面前了。啊，你安怎？有代志就从讲的就好，那就一定要用拍的啦。哎呀，那就拍甲你厉害啦！爸爸，恁两个免搁冤啊啦！有啥物代志讲互我听，我甲恁做公亲。哦，你要甲我做公亲，安尼上好。来，我讲互你听，阮当初要做案的时阵哦，已经是拼好完，我分7，伊分3。哎，即摆你后悔啦！你看这个兵来教你啦，你看安尼啦。计划是计划无对，做代志是我咧做哦，对不？应该一人分一半，这敢有计分哦？咱无计分，哈！你还讲我计分呢？我设计，我就免计分。你计分啊？你怎样？哎呦，莫搁吵啦！我都要甲恁做公亲啊！我甲你讲，恁两个钱吼对半分，无够的迄2成，我才摕出来。安尼好哦。怎么你好？知啊，安尼敢对？对啦，我讲的吼对就是对，我大金婆啊讲话绝对算话。哎，大金婆啊，你做人实在确实有好呢，这真使我感动嘞。你比阮这换条兄弟，你做代志较水快。好，后摆阮若要做案哦，绝对先来去找你的。要先找我？恁两个要找伊哦？阮死哦！对啦，绝对透动的啦。特动。好啦，你紧带我来找。好啊，哎，行。哎，等。啊，钱都未分，要带你去看。对啊，还未分呢。哎呦，分钱的免烦恼啦，我是因的主人啊。主人啊，主人哦。特动的，这两个交互恁处理。好势啊！要带我去看嘛？安怎？好啦。搁行这条路，啊，都干了这条路通行，你要行对条？参详一下，敢无别条路？拢无啊，都干唯一的一条路好行尔。啊，嫂，你看我的脚。免看啦，搁咧带对无？但是猫头鸟都已经无伫啊，你是咧带啥啦？哦。哎，啊，到底是伫咧倒啦？啊，哪会行遮久啊？我还未到。啊，都办迄冰山的迄个大树开啊。啊？伫迄冰山？哎呦，你夭寿啊！你夭寿！你做咧放喺大树角，你有够无人性的你。真是诶，敢有暗暝对我困呢？啊！你嘛会真死？你搁较无人性，你好啦，错动的，你是要甲拍互伊闹心动笑？哇，到底是伫咧倒啦？啊，都甲你讲伫迄冰山的大树骹啦。哎呦！啊，你若是咧遮动态，啊，就到地啊。到啦！哎呀，紧找。
我。三。啊？安尼哦？喂，啊是安那无看到阮要找的啦？我是无骗你的，啊，就是迄只迷你马。哈？哈？是这只马仔哦？迷你马有计带阮当然看这只啊。哇靠！哎，你啦，莫有别来哦，乖坐了。哎，这个交给你。哦，是。我你讲哦，别人后面紧张哦。即马电视机是要创啥？我倒啊，阮大阿公叫我甲你顾好啦。哎哟，免麻烦啊啦。像你这款的吼，阮兜有足侪支的啦，啊，搁有一支哦，比你这支较长。哦，你这个较长。我这新领导有这个物件？有啊，足侪啦。迄前几工啊吼，我才拣3、4件迄茶先吼，互阮同学呢。啊？哎，哥啊，因兜讲有诶，你也去先生去送人了。啊？那你这对我好，对较好咧。哦。哎，你啦，你都乖坐了。安娜，这是我家己愿意对恁行的啊，我哪会唔乖啦？对，你若乖哦，阮就袂甲你伤害着。对啊，你要我出车，到底是要创啥物？赚大钱啊！哈，你在趁钱哦？你唔知哦？那到时阵吼，趁到钱的是来对分哦。啊，对分咯？嘿。大，伊讲要甲咱330亿啦，啊？好啦，该分啦，要分你哦？分你啦。好啦，你来乖哦。你乖啦，阮大阿公是哦，要甲你对分啦。好。哎呀。你有听到无？后壁咧学伊啊！我以为做去嘿，迄警察车咧，啊，警察车，嘿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出来啦，哎呦，紧的啦，追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出来啦，哎呦，紧的啦，追啦，大哥紧的啦。给了呢，哎，叫我这个警察这里分不清楚哟了。我你去个，哎呦，来，你给我出来，怎么闲乱啦？是安怎？遐大台的救护车，你给我看做细台的警察车，你是咧看啥？我哪会知？我就想学伊，啊，就甲警察来共款啦。哦，你个头啦，迄是要载恁某去生囝啦。阿妈安尼讲啦，我有你气甲咧有影。行啦，较紧的啦。紧的啊！哦，你扫个扫手钱，我你气甲连车都袂发，落去上啦！我塞车，啊，唔叫你上，要叫上。好啦，上就上啦。你笑，我对我地人啊，落来塞车。我是人客呢。人客嘛，共款咱落来送啦，无车袂行啦。啊，你要叫人塞车，嘛较好咧一个。我是来分钱的呢。哎，我你讲什么钱贵啦？较客气。好了，哦，少爷，来，请，落来倒塞车。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少爷。臭屁！门关了啦，你们一个人死人了。你讲骂我都不爱送。好啦，卖骂啦，进来啦。你是有咧杀无啦？有啦，你耳仔一条咧啦。来，带去卖当啦。好吃嘛，杀拢杀袂完。我甲你讲吼，有这款钱吼，我无想要分啊啦。对了，你是人客，你免送。伊免送，啊，我爱送安尼哦。你实在有够呆呢，你哦较巧咧啦。什么钱贵啦？安啦。啊，对，钱贵，少爷请，请，这。对。安尼嘛较差不多。
对，啊，你要享受啦，我杀我死，啊，你要享受啦，吼，来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，你啊放开了，你莫夹条了，来，嘿，有咧杀无啦？有啦，啊，那袂行啦，紧的啦，啊，这是什么车啦？啊，早晚肯定顾不上啊啦，啊，一个人要安怎杀？啊，这个车过来杀，你咁妙型咧，哼！哦，迄个真正来去路边了，真正来去捡着卖要鼻子口咧。是安尼啊！挂啦！挂要真正咧！是安尼啊！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嘞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是安尼啊！奇怪咧，我生目睭唔捌看人遮呆呢。我的命好怎呆？看，迄有车唔坐用走的，你足爱走的款。你讲的啥物话？你敢有听落来要花车？啊？敢无？要有我就往走的啊！啊！你死囡仔你啊！啊！你会晓要甲我压，啊袂晓要叫伊动来花车啊！我唔是去甲你的手啦，我是讲吼，叫你走紧的，安尼吼，才溜会着车。哎，好啦，来，起，坐来，行啦，爬起来。哦，起来。来起来啦！我咧行啊，较紧的啦，脚会紧的哦。哎，出发！加了。哎，是啊嘞，我你若去倒去找这间厝头我大呢？这个哦，哎，这都较早迄个水尾仔道人咯，阿水啊，讲咧做啥猪头咯，去互警察抓去啊，这间厝足无人住呢，跟咱来比的真上安啦。对啊，吃。哎呦，来，哎呦喂，哈，我来对咧，来，少爷，吃坐啦，坐啦。哎呦，恁对我这个贵宾吼，爱甲客气淡薄啦，哪会使带我来到这么宽所在啦？哎呦，好啦，咱这吼算暂时的啦，过两天啊，咱再来找一间较舒适的吼。是啦，啊过两天哦，啊带你来去住一间迄别庄内底有冷气的啊。哎呦，啊你叫做什么名啊？我叫钱多多啊。钱多多啊，钱多多。我刚才听到伊名，我都爽啊！啊对了，啊恁老爸叫什么名？钱有春啊。只有，你甲看卖啊，规家伙啊拢有钱人啊，一个钱多多，一个钱有春啊，多定这稳当安尼啦。我会敢讲无唔对，我自早就甲你讲，一个绝对有钱人。你甲看卖，伊的穿插，甲伊的皮肤白，出门代表无叫日头晒着。出门若坐唔是美英啊，因老母，就是迄个免路的。你甲看伊穿这束乌西装，就知影讲因兜是好野人。吼，恁两个吼到底是咧欢喜啥啦？我对恁遐久啊，啥物物件拢无食，你要枵死啊啦！恁两个吼，啊唔紧去买物互我食，我就不爱甲恁耍啊！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去啊啦！真情
红衫粉头嘛滴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。啊，唔紧去买面互我食，我就乖甲恁耍啊，我要转去，我要转去啊啦。卖生气，卖生气吼！来，这济啦，这济啦，我这时来去买，这时来去买吼。是安尼，啊，即摆过来是要安怎啦？对，你即摆先敲电话转去咱厝诶，甲恁某甲甲阮某讲，你也讲哦，叫因放心，钱诶代志拢为解决啦，叫因安啦。我随办。对。叫人来我这间话，什么意思？喂，我来啦！喂，我啦！拢点拢无答应啦。是安怎啦？我怎？喂，我啦！我来啦！喂，你电话线是当然还唔写啊？吼，是都有够戆呢。唔是我爱讲恁啦，像恁这款头脑哦，嘛想要趁钱哦。我比起来哦，你是差济咯。嘿，对了，你来听我，我够戆啊！上知影讲这间厝遮久无人住，迄电话免讲，叫人假去，对无？迄戆啊惊死人呢！啊，无要紧咧，假去就叫电视局过来接就好啊！你看嘛，不要卡，我替你卡啦。喂。虎笑比无尾啦！我巴肚枵啦！你也看嘛，迄囡仔咧巴肚枵，这钱少也袂使互枵着，迄若互枵着吼，迄钱会拍角的。今日买物件好食，有你，你小等咧吼。你即摆是要创啥啦？钱啊！啊，钱到你先出啦！我早就甲你讲啊，到时要分钱，我加分就会落你啦。啊，我辛苦的钱拢去互你甲乌呆啊，剩3000外尔啦。你少讲，等下讲啊是够戆呢。你无听人咧讲哟，迄头掠鸡嘛，都爱1百米了，啊3000块都够啊！你敢若？我知啦，头掠鸡爱1百米啦。我是惊迄烦恼讲，迄只鸡掠无着1百米去互毒。鸡掠无成，米若去互鸡吐去，也袂安怎呢？各位亲爱观众，原来多多就是去互时安甲阿呆来骗去。钱多多因一家伙仔为了多多非常的担心，请大金婆都爱出马来找找多多。多多会发生危险未？大金婆是不是会伫通来找到多多呢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甲阮收看大金婆